所有头发白的，哪怕你只剩下了一根黑发哈，我都能够帮到你。睡觉之前呢，你只需要注意一件事情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你那个白发呢就将全部消失不见嘞。它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嘞？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情哈，这个头发白了嘞，它是黑不了的，你们不要再被骗了，也不要去花冤枉钱嘞。但是很多的人啦都会说哈，我长了那个白头发之后显老嘛，该怎么办？今天呢，我就告诉大家一个高端美容院都不愿意告诉你们的这个小秘密，就是咱们洗头发之前呢，多注意一件事情哈，洗完之后啊，你那个白发呢就即将消失不见嘞。不管你是遗传性的白发呀，或者是少年白呀、老年白哈，曾经用过多种方法，但是呢都没有成功的。直到用了那个方法之后呢，你看现在我那个头发呀，都是满头乌黑亮丽的。那我今天呢，我就把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哈，教大家那个老方法呢，让你们呢也变得年轻又漂亮。记得呢，先点一个红心收藏起来，不然等到要用的时候呀，你们又找不到我了哟。你们也可以转发给你身边有白发的朋友们，不管你今年是多大的年龄，也不管你是头顶白、两鬓白，或者是少年白，你千万不要去什么理发店啊染头发嘞。理发店里面染发呀，不仅时间长，而且还浪费钱，关键还伤发质。也别再相信什么按摩呀，吃什么黑芝麻呀、黑豆啊，用淘米水那些哈，通通都是假的。不管你今年多大的年龄，一旦出现了那个情况啊，就是因为你体内呢缺少了酪氨酸酶，所以说呢，让它的那些囊染啊无法形成黑色素。如果说你今天刷到了我这条视频，真的是太有缘分了。我给你们分享一个老方法哈，你们用那个植物亲肤的一个洗发水，它里面呢就有那个侧背叶、当归那几种植物萃取而成的，它温和不刺激，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简单。你们洗头发的时候呀，就把它呢均匀的抹在我们的那个头发上面就可以了，等那个10到20分钟左右，就像我们平时洗头发一样的简单，用清水再把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关键它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，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，不仅好闻哈，而且呢不伤咱们的头皮。如果说你们现在正在被白发困扰的朋友们，那你们呢可以点开我的旁边那个头像，头像下面呢就有个店铺橱窗，这里面呢就有这一款搭配好的一个草本植物洗发水，它那个又便宜又好用。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哈，一直都在用这款洗发水，它每一瓶呢都是经过手工配别的、配料的，非常的干净。你们呐，赶紧趁着活动划算嘞，把它带回去试一试。